陳總，好耐冇見啊！有冇筍盤？錢我就冇啦，筍盤大把。嗱，今日我同你介紹廣播道康樂閣一低層 D 室，呢單位1100幾尺，係個套三房間隔，單位三邊單邊，光猛又通爽。呢個單位仲附帶2個車位㗎。你趕時間啊？咁啱啦，我快出去同你睇完套片。呢個單位客飯廳係橫廳設計，面積超過310尺，外邊有個半圓形露台，係呢個大廈特色嚟嘅。3間房，2間睡房，每間83尺。主人房面積亦有86尺。廚房方方正正，面積約120尺，裏邊仲有工人房添。嗱，我咁好介紹，你睇樓一定要揾我，九龍豪宅姚展章，我電話90259690266666。好啦，各位睇樓見啦！